嗨，哎，平安，对，五岁哦，你好，太太去加头毛啦，哦，去加头毛，你头念要倒啊？伊交头门是去店面教，还是去互人私人的教？店哦面韩国人，哦，你去韩国人较济吼？哦，韩国有这3间，跳去一条念做伙，哦，伊去你区哦。哦对啊，你运动嘛拢90%拢韩国人，哦，还有印度人啦，越南人啦，以前捌有个伊朗人，还无来啊。嗯，这个这个啦，哦，安对啦，我咧问你啊，讲啊，哦，当来啊，对啦，无事平安。水啊，真有啦。哦，好，来，咱先来祈祷。主必听咱阮天父，感谢你，互阮有好天气，保守阮伫这疫情的中间，有缘健康，有平安，有喜乐。阮也搁继续来恳求你，来看顾，特别是这个疫情中间，阮看见侪侪的所在，侪侪国家，搁伫这疫情失控的这个中间，阮也恳求你的怜悯、慈悲，甲面三甲天地。也阮注射了，这疫苗注射了，也有缘互阮会当保持家己的保护，挂喙暗、洗手，甲人有够额的距离。阮感谢你，今仔用互阮搁一届组织，要对犹大师来看见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也今仔日也是阮所面对的问题。来帮助阮，要安怎来思考，伫你的真理的信仰顶悬来坚持。阮为了今仔日的组织来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免好来犹大书只有25节啦吼。咱对概论性来讲啦吼，我概论有小可先互咱吼。当然作者就是犹大啦吼。
这是咱讲耶稣的弟弟，我用2个经文吼，马太福音13章55节，才有讲到耶稣的兄弟吼，有雅各约瑟约瑟基本上叫约瑟啦吼，西门甲犹大吼，马可福音第6章第3节有记载。不过较趣味的是吼，伫咱今日的经文内底，犹大伊本身无讲伊是耶稣的兄弟吼，伊干那讲伊是雅各的兄弟犹大，是耶稣基督的罗卜吼，这是较趣味的部分啦吼。这个批信的目的，犹大开始的时阵，伊就有讲到吼，伊为虾米要写这个批吼，甲伊的这个目的甲伊感觉讲伊真要紧，来写这个批。当然，咱知影伫初代教会有真侪即种的批信，甲这个护教拢真有关系，就是因为当初是有真侪的异端真侪异端这错误的教导，所以伫这个明笔咧讲到救恩甲自由啦吼，救恩的甲自由，毋是互信徒犯罪咱咧讲证书啦吼，这个是大概伫犹太书伊咧表达的部分吼，到底当时写的圣经学家大概约略放伫65年到67年啦吼，因为呢彼得后书甲犹太书有真大的部分真类似，彼得后书基本上嘛是伫65、67即中间写的吼，换然有圣学家有无共款的意见，就是讲到底是犹太抄彼得的，还是彼得抄犹太吼？因无啥会当确定啦吼。不过就是互咱大概知影讲，即个甲彼得后书第2章有真大部分是共款的吼，真大部分共款。好，犹太书有足标准的即个批信的形式，头起先有请安，落尾有祝福吼。但是呢，伊无写着讲收批的人到底是啥物人，也无讲着地点啦吼。圣学家有安尼咧讲，就是讲真有可能当初时就是写互逐教会的信徒来传阅啦吼。因为当初时的使徒因拢是巡回传道，咱前摆有去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当然，写作目的就拄则咱讲讨论即个部分，就是咧谴责者的假教师，犹太所面对的挑战，甲彼得后书的情形真类似，就是咱咧讲的诺斯底主义的即个放纵私欲的即个主义吼。假教师因南山用即个经文讲到上帝予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就会当黑白犯罪吼，做借口安尼啦吼。伫即个所在，我有引用几摆伫彼得后书第2章吼，即第2节到第14节吼，伊讲即个人吼，拢对因家己的即个行甘愿的行为吼，叫这个真道吼，因为因的缘故被诽谤啦吼，所以对伫即个犹太来讲，伊感觉讲遮的假教师基本上是用圣经的话家己黑白解说，互即个真道吼来得到即个受诽谤安尼啦吼。好，伫即个犹太书的目的，伫第4节到第19节中间，伊真严厉咧骂遮个假教师啦吼。当然犹太伫即个所在嘛提醒讲，遮个教会信徒知影讲，即个假教师因所教的是一个真对于伫信仰、对伫教会真严重的威胁吼。一方面来斥责一方面来鼓励信徒爱伫真理顶悬来成长啦吼，爱伫真理顶悬来做见证吼。真道伫中央
中文的现代译本，甲翻译做信用啊，吼，所以伫即个中间讲，特别后壁的部分有讲到两个吼，就是讲对遮信用无稳固的人，爱有怜悯的心吼。这个是其他的所在较少出现的部分啦吼。咱拄则有讲，就是讲伫彼得后书第2章甲第3章头仔遮吼，甲即个犹大书真类似吼，真类似。好，咱开始来进入经文啦吼。第1节到第2节其实是写批的形式，一个请安吼。所以拄则咱有讲着讲，真趣味的是犹大有表明伊是雅各的兄弟，但是伊讲伊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伊无讲伊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某一个程度来讲，伊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表达伊的尊重啦吼。某一个程度来讲是表达伊的尊重吼，无甲伊佫揪落来伫即个咱讲迄个人格的部分啦吼。因为耶稣已经上天啊吼。好，伫即个所在，伊有讲到伊受呼召吼，伊受呼召传福音互遮受呼召的遮的兄弟姊妹、教会信徒。拄则有讲到讲收批的人，伊无有特定咧讲是啥物人，也无讲到名，也无讲倒一间教会的人，敢若讲伫上帝厅内底的人，有讲到即个基督所保守的人吼。伫即个所在，因有一个真清楚咧表达讲，遮个人拢是上帝所听的人，所以伊受呼召爱甲因遮个人传正确的即个信用吼。再来就是讲，咱会当看着讲，伫即个请安的形式的中间，犹大伊用真传统的犹太式的问安啦吼。用怜悯甲平安，但是后壁加一个慈爱吼。咱来看迄个经文的第1节啦吼，特别是第2节讲愿怜悯平安慈爱。慈爱通常是伫咱讲神教内底才有咧用啦吼，较毋是伫即个犹太教的。但是怜悯甲平安是犹太教真传统的即个请安的方式啦吼，所以伊有小可咧代表讲，伊是对犹太教进入伫即个耶稣基督的即个信仰内底吼，所以当然嘛咧表达讲会当对基督的慈爱中间才会有侪人会当得到赦免吼，但是伊嘛是佫再强调，就是讲即个赦免毋是互你犯罪的即个免罪令啦吼。当然，即个甲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咧讲叫一切相信伊人得到救吼，袂至到袂无吼。第3节甲第4节，伊咧讲到伊是安怎要写即个批的目的啦吼。伊讲伊不得爱写来考劝恁吼。伫即个所在就讲爱来尽力来辩护即个信仰吼。第4节讲。因为有一寡人吼偷入来吼，这念语咱会佫解说啦吼，就是自古必定受刑罚的，是无敬虔的，将咱的上帝的恩典做放纵私欲的一个机会吼。这是第3节甲第4节咧讲的吼。但是呢，这个人用经文咧讲上帝的恩典，互因会当放纵私欲，但是却无要认耶稣是基督吼。这个好伊伫这个所在咧讲到，伊甲使徒拢着爱尽心啦吼，得尽心。现代中文译本的这个尽心这个字翻译做迫切啦吼，这个较下伫原文的意思啦吼，就是讲伊真迫切要做为着这个真道来辩护吼，毋是干那尽心尔，是迫切讲意思讲伊即马无写袂使安尼啦吼。有迄个迫切性安尼吼，所以伊伫遮咧表达讲，迄个假教师伫教会内底所传达的已经咱讲摇动教会的基础吼，的根本安尼吼。安尼讲到遮会当得救恩的人，救恩基本上就甲约翰咧写
诶批信内底讲诶真道是共款诶。伫现代中文本甲翻译做信用、信心吼。所以讲，当得到信心，当得到救诶人啦吼。伊讲爱写互因知影吼。伊讲交付互圣徒诶真道啦吼。圣徒伊伫遮毋是干那咧讲伊家己尔定，圣徒伫这个所在，其实伊是咧指着当初时遮诶使徒吼，所有诶使徒甲遮诶接受着批诶遮诶信徒吼，拢是咧应该是讲多数啦吼，讲多数。拄则我已经有讲几摆，就是讲现代中译本甲即个真道翻译做信用吼。希腊文诶圣经吼，pistai 伊是咧讲 faith 吼，就是信心还是信用吼。所以伫即个所在，用加拉太书第1章22节到24节的经文来看的是，迄个时阵犹太信基督的国教会拢无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讲迄个进前迫害咱的，点咧传扬伊原先所咧残害的真道。即个真道是啥？就是遮的信耶稣是基督是救恩的遮的人，所以是咧讲信用啊吼。这是共一个字吼，共一个字。好，伊伫即个所在，好啊，本讲吼，被摧毁的信用，就是讲伊为着要来维护即个被人摧毁吼。其实意思就是讲尽力要为着即个真理的信用来辩护啦吼。所以要来恢复即个信用。已经去互误解去的，去互误传的。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8节到第9节，伊讲做执事的也是安尼，着爱端庄，袂当一个喙吼讲两种话，袂当好酒，袂当贪不义之财吼，爱存清气的良心，爱固守真道的奥秘。其实就是咧讲信用的奥秘啦吼，固守信用的奥秘，甲犹太伫遮咧讲的讲爱尽力为着即个真道来辩护吼，意思是共款啦吼，就是讲爱维持吼。后壁咱会去讲着搁另外一个字吼，伊咧讲着 keep 吼。尽力来争辩现代中文本来翻译做维护啦吼，毋是干那争辩尔尔吼，是咧维护，就是讲互伫信用内底的人会当伫即个真道真正的信用内底徛在，所以是一种维护吼。透过争辩辩论吼，互即个真理愈辩愈明吼。所以这是一个信用顶悬的见证，是忠实伫即个福音的信息的一种性命见证吼。所以这个争辩有咧甲即个假教师咧抗争的迄个意思吼。伫遮的目的就是要来维护这真正的信用。第4节咧讲到遮有一寡人是偷偷入来，这个意思就是讲，遮的人本底毋是伫因共教会啦吼。好，那亲像咱拄则咧讲，伫使徒因本身是一个巡回的传道者，遮的假教师因本身嘛咧巡回啦。所以伊本底毋是即间教会人。咱伫约翰1书、2书、3书有看到讲，因一寡人是伫因在地教会内底，但是犹太所咧讲的，讲遮的人基本上毋是因教会，是偷偷入来，对外面入来，所以有小可无啥共款。甲保罗咧处理的因本教会异端假教师，甲约翰咧处理的有淡薄仔无共款吼。犹太伊咧面对的是一寡巡回偷偷入来，假做要来追求信仰，就来传一寡假的信仰吼，伫因内底来互遮人受影响。你讲遮人是甚物款的人？伊讲自古必定受到刑罚吼。这个异端的讲法就是讲，遮的人被定罪啦吼，是自早就已经讲着啊。用旧约耶利米书22章30节咧讲着，讲啥？
伊讲这人注定要丧失儿女，成做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因无有后代通继承代表的王位，嘛无有一个人通统治犹大。我上帝安尼宣布啦吼。就是咧讲到，亲像上帝审判约雅斤共款，遮个人因为因做歹，传假的信息，所以自早上帝就定着要来刑罚遮个人吼。伊是咧用即个角度咧讲啦吼，讲遮个人就是无敬虔的。什么叫做无敬虔？就是讲，毋但是因咧传假的信息，因家己阁无相信吼，因家己阁无相信即个耶稣基督吼，被犹太来归做无敬虔的人啦吼。这是咱知影，就是亲像约翰伫写批信的共款，无相信真道遮个人是无敬虔的人吼。伊讲遮个人足大的问题，就是将迄个基督的恩典诚做放纵私欲的机会啦。我毋知咱捌听过人讲无吼，就讲因为上帝吼会怜悯犯罪，所以吼咱着会悔改了，搁来犯罪吼，上帝会搁怜悯咱吼，大概是即种的想法啦吼。所以这当初时的异端，就是抱即种的讲法。因就甲即个保罗的神学因信称义吼，只要我相信，比如讲我喙承认，心相信，我就会当得救啊。所以吼，我搁犯罪，嘛搁会当得救吼，用安尼咧讲啊吼。这个是足有问题，就是犹太喙内底所咧讲，即个假教师因反律法主义，却用即个恩典来做因犯错、放纵私欲的理由啦吼。因反律法的主张是为着要放纵私欲，毋是甲保罗是无共款的吼。保罗的讲法是，律法袂当互咱成圣，但是信会当互咱成圣吼。所以因信称义是保罗真强调的一个信仰的标准，但是毋是亲像即阵犹太所咧写所指的这假教师咧讲的，因反律法主义是为着会当放纵私欲吼，这是完全无共款的吼。所以遮有几个经文，咱嘛会当看《罗马书》第3章第8节、6章15节、哥林多前书6章12节到20节吼，加拉太书5章13节，遮咧讲到因遮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啦吼。所以袂当将恩典当作放纵的机会，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错误。所以因犹太伫遮真清楚咧强调讲，这个人是故意来扭曲保罗的教导。因靠着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会。现代其实也有真济的教会甲神学家嘛主张安尼讲吼，圣经毋是一本道德册吼。所以因用伊安尼来主张赞成同性恋吼。这个现在嘛咧发生咧中间啦吼。我有机会甲一寡牧师嘛咧辩即个问题吼，因为我本身硕士我读基督教伦理吼。基督教的圣经若毋是徛伫伦理，那安尼咱就失去迄个是非啊吼。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吼。第9就是讲，因无认独一的主宰，这是伫今仔日圣经内底所写的吼。因会讲主耶稣基督是恩典，但是因无认为伊是独一的主宰。伫第4节的上落尾吼，所以因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圣经咧讲的这个救恩的定吼，毋是真正吼。过来这段是对第5节到第16节啦吼。用古早的这个无敬虔来做境界吼。我就无爱读因为这介长啦吼。我想咱手中有圣经吼。我后壁解说是我会小可讲啦吼。伊伫即个所在讲到灭绝第5节的后壁，讲到上帝将遮个出埃及的人吼救出来，但是甲遐个无信的人来灭绝。这互咱来思考伫民数记13章到14章即个中间咧讲到摩西派12个探仔入迦南地的代志啦吼。
咱定定爱提醒，就是讲，伫基督教信仰内底，毋是咧讲民主投票，也是讲人数多就赢吼。这咱爱真注意的所在啦吼，就是讲咱来看民数记所记载，摩西派出12个探仔去迦南地去侦探，转来了后有10个讲着失败主义，就是讲遐个人吼真大汉啦，高强啦，佫真战术啦吼，佫咱着亲像草蜢安尼吼，互伊热死也无够安尼吼。但是只有2个人讲啥？2个人讲咱通入去啦吼。这个当然，这个是路尾接线的约书亚啦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约书亚甲另外一个，甲另外这10个讲失败主义的，这就是今仔日犹太伫遮所咧讲的，遐个无信的拢甲伊除灭。咱知影摩西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甲这10个讲失败主义的，伊是无相信、无敬虔。摩西派出去的10个探仔，因拢讲咱毋通入去啦吼，入去一定是稳死的、稳输的啦吼。但是只有约书亚因2个人讲啥？讲迄既然是上帝赏赐咱的所在，咱通入去。这就是相信，另外这是无相信吼。犹太是咧用这段咧讲着出埃及的代志吼，出埃及的代志。过来就是讲第6节，伊讲着遮个无守着本位的人吼，因离开家己的徛起的所在。会当用这个创世纪第6章第2节咧讲着遮个上帝的百姓看见人类的女子真水，就对军队家己的喜爱。其实这就是讲放纵私欲吼。犹太用这个咧讲吼，就是古早的代志吼。这天使上帝的儿女因放纵私欲，因就家己离开吼。和本来讲，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意思就是放纵私欲了哈，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哈。所以这个就是犹太所咧引的这个物件啦哈。过来伊讲到主的永远的锁链，甲因绑伫这个黑暗的中间，居留伫黑暗的中间，到伫迄个大日子的审判。这咧讲啥？彼得后书第2章第4节同款吼。上帝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把他们丢进地狱，囚禁在黑暗中，等候审判。这咧讲啥物？讲到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吼。撒旦关伫迄个地狱，等着末后的审判吼。这是犹太所咧讲的吼，所以犹太是足有迄个终末观念的人啦吼。第7节伊就直接引着这个索多玛甲蛾摩拉，咱知影这2个城市所犯的罪伫第7节讲啥？随从他们的淫乱哈，一样的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这个就是咧讲着咧讲诶，无照这个本性的这个性就讲同性恋等等遮的吼。然后看着讲因做行淫乱的人啦吼，形容这假教师将上帝恩典解说做放纵私欲的这个教导吼。对异性的这个情有吼，现代同性恋的问题拢是吼，佮应会的刑罚就是咱看到这个索多玛甲蛾摩拉的罪，因伫这个所在所接受的做永远的刑罚这个也要临到假教师，也要临到这个现代人的罪啦吼。佮第8节咧讲到武安的上帝啦吼，因伫这个所在看见上帝的教导吼，伫第8节中间，伊讲虽然安尼，遮的罪生忘死的人，佮照样来污染家己的身体，藐视上帝的权吼，诽谤
尊上帝的荣耀啦吼。这个就是伊咧讲诶迄个部分吼。上帝荣耀到底是啥物货？伊讲毁谤尊荣吼，伊和合本讲毁谤在尊位的吼。在尊位会当对两个角度来解说。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到11节讲，主知影怎样来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这个试探，也知影怎样将歹人留落来，尤其遐放纵肉体私欲的人，藐视上帝权威的人。所以第一个是咧讲上帝的权柄啦吼。伫审判的日子来刑罚因。这般的假教师伊真大胆。不但无尊敬天顶的尊荣者，在讲上帝，搁来侮辱因，搁来另外一个就是咧讲到上帝的奴仆，也是讲遮个在位的人啦吼。这第二个角度吼，这是指着耶稣基督主权甲权威，嘛凡咧指着上帝所设立一切伫上位的人吼，所以。这个是两个角度吼，伫两个角度。这个人就是讲，咱咧讲诶，连上帝都毋惊，哪有可能惊人啦吼？就是这个角度来讲啦吼。第9节讲，为着摩西诶心思甲撒旦来争辩吼，这咱伫咱诶圣经内底找无即段诶经文啦吼。但是比较较类似诶，就是咧讲着摩西咧埋葬迄个时阵啦吼。即段诶经文是咧。伊引用吼，来讲毋是正典啦吼。咱诶圣经分做正典、甲伪经，甲次经啦吼。这个摩西升天记叫做伪经啦。犹太有去引用即本册内底所写诶。咱诶圣经敢若写着讲摩西埋葬，人到呾拢找袂着安尼尔尔，但是无写着讲。天使米迦勒甲撒旦吼，甲咧抢即个摩西诶尸体诶代志吼，这个无吼。这大概互咱知者吼，因为咱嘛袂去看着即本诶册啦吼，大概知影。较类似诶记载是伫申命记34章第5节到第6节。伊讲上帝奴仆死诶时阵伫摩押地，咱像上帝所讲诶，主甲伊埋葬伫。北比尼诶城诶对面摩押诶山谷，到伫今仔日无人知影伊诶埋葬诶所在安尼尔吼。当然，若照安尼看，就是讲天使是赢撒旦啦吼，所以迄个摩西诶心思有甲埋葬安尼啦吼。伊引用即个经文，咱讲诶伪经吼，摩西升天记即个吼，伊最主要是咧讲。天使长对撒旦吼，基本上吼是礼貌无咒诅，伊只有将撒旦交互上帝伊讲主责备你啦吼。伊用安尼咧来讲着遮个假教师，当初时犹太所面对遮个假教师是足无礼貌、足无体统，佮得罪上帝权柄，也得罪遮个上帝奴仆上帝所施落的权柄啦吼。咱来用保罗引用这个申命记32章35节的经文讲亲爱兄弟，毋通为着家己伸冤啦吼，宁可让步，互上帝家己来受气吼。伊讲主讲伸冤伫我要报应吼，这是罗马书12章19节啦吼。这是犹太伫遮引用迄段经文上重要的目的吼。犹太讲遐诽谤的人，亲像无人性的精神吼。最近咱会当看着讲真侪黑人攻击阿益的即个事件，咱看着讲遮个监视器所报送出来，真正是安尼失去理性吼。彼得后书第2章12节，伊讲遮人好哪亲像无灵性，生来就是精生，准备来掠来杀吼。因的诽谤是拢互人知影吼。伫即个败坏人的时阵，因家己要遭受败坏吼，所以咱会当看讲彼得后书2章甲犹太书足侪共款的记载吼，足侪共款的记载。第11节到第15节，
犹大伊引用即个旧约中间的4个人物，吼，头前3个是该隐、巴兰、甲可拉啊，引用负面的例啦，吼，负面的例。后壁一个是用以诺来做正向的例，吼。伊讲行该隐的路，咱会当看创世纪第4章3节到12节，犹太人的传统，吼。犹大用该隐的罪来做例，吼，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吼。行该隐的路就是杀人，吼，杀人的路。巴兰呢，伫彼得后书第2章13节咧讲到，这行不义的人，吼，得到不义的工价啦，吼，欢喜日时的宴乐，因就去互受到污染，佫有下厨，甲因甲恁做伙来坐吼，就家己的诡诈，诚做快乐。这就是回应到头前即个犹大所讲的，遮个人吼，偷偷混入去伫恁的内底，迄个意思共款啦，甲恁做伙伫遐吼，咧食物件安尼啦吼。民数记第16章咧讲到可拉的问题，吼，伊讲到伊使人即个250人起来反叛，无要服从摩西甲亚伦，即就拄则我咧讲的，讲迄个诽谤上帝的权柄是两个方面，一个上帝本身的权柄，一个就是上帝的奴仆的权柄，吼，所以伊最后受到审判，吼，这是头前3个，吼，第4个就是伊咧讲到，伊讲到遮个人就是传异端的假教师，甲遮个人共做啦，吼，偷偷进入伫教会，甲教会人做伙食，假做甲因共款安尼吼，但是来伫遐传迄个毋是正确的信仰，吼。最近台湾有一个21年的案例，吼，就是国安局的一个少校，吼。伊是做即个国安局的即个出纳，伊吼毋若侵占几若亿台币，吼，佮叛国摕即个台湾遮个国安局的，咱咧讲的间谍的名单，互中国，吼，安尼，伊即个就是亲像甲人共阵的，但是伫遐咧亚空安尼吼，这亲像犹大今仔所咧讲的吼。伊也讲到14节15节讲到以诺的话啦，吼，伊讲看主带着千万的圣天使做伙来，伊要审判所有人，刑罚所有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的行为无敬虔，各用无敬虔的话，吼。以诺的话伫即个所在是一个真重要，伊做一个对比，吼，做一个对比，伫遮伊就是咧讲到以诺伊徛伫迄个上帝的真道顶悬，吼，上帝要来审判所有的人，所以伊真清楚。意思就是讲，犹大甲一寡使徒伫做遮个护教的传讲的中间，因就是甲以诺共款，徛伫上帝的即个边，即边吼，伫遐咧传真理的话啦，吼。所以伊伫遮咧讲的讲。遮个假教师其实是咧行真恶的代志，吼，真恶的代志。因常常来伫遐 complain 啦，吼，顺着家己的私欲行代志啦，讲即个真夸大的话、夸张的话，吼，为着利益，吼，会安尼咱讲咧真阿谀奉承，吼，真共谱安尼啦，吼。上落尾，伊咧讲的部分是讲爱常常伫上帝的听内底，吼，常常会听伫上帝的听内底。即个是伫伊上落尾的祝福请安进前，伊所讲的真重要的。是讲，除了伊去讲遮个假教师的毋对，甲因批评以外，咱拄则咧讲到即个概论的中间，就讲伊一方面真坚持、真鼓励信徒伫即个正确的信仰顶悬来好好来追求啦，吼。经文我就无要读啦，吼。17节到19节，伊
咧强调讲，着爱记得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前所讲的话啦，吼。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前所讲的话，17节伫这个所在，犹大表明伊家己无伫使徒的行列内底，所以伊引用使徒以前所讲的话，吼。有的人认为讲啊，这个吼，这个毋是迄个犹大所讲的吼。啊，其实咱应该安尼看，就是讲犹大真谦卑，伊知影伊家己无伫使徒的行列内底。啊，伊知影使徒伫咧军队耶稣的这中间，伊家己是无军队，所以使徒所讲的话比伊的更较正确吼。伊咧表达是这个部分，所以伊咧勉励遮的教会信徒，着爱记得吼使徒进前所讲的话吼。啊，这个是正确的亲像约翰所讲的，讲因所讲的是正确的吼。啊，因所传的是正确的。18节伊讲到末世有即个好记笑的人，爱甲恁踢笑的人啦吼。即个末世的时间，就是咧讲到耶稣上天了后，甲伊第二摆佫再临即段的中间吼。讲伫即段中间，伫耶稣要佫来进前，有真侪人会支持咱的信仰。其实到现代嘛，佫足侪人咧支持咱的信仰，讲恁信的吼，什么在小女生耶稣啦，什么耶稣佫活啦吼，因拢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嘛是咱足歹解说的部分无毋对啦吼。到当嘛真侪人咧笑吼，咧笑。伊讲这人就是无敬虔，因为因无相信啦吼，因无相信。保罗嘛捌讲，对无信的人，对愚妄的人来讲，佫我是真歹相信的吼。这个伊咧讲到19节咧讲到，遮的人是无惊好的，放纵私欲的，佫会支持人的。遮的人是咧鼓励人分党结派，吼。咱的现代中英本讲，这些人分党结派，但是伫迄个好学本讲引人结党，吼，就是咧带领人做无好的代志啦，吼。伫教会内底有即种的结党分裂的人，是属伫这个血气的无圣信的人。这是伫19节吼，19节后壁这个犹大所讲的。20节到23节，伊鼓励这个信徒爱更较积极，伫这个圣的信仰顶悬来建立家己，伫圣心内底来祈祷吼。这个是足积极的一个劝勉吼。这20节到23节内底咧写的，讲伫真道顶悬。咱若注意看20节吼，20节对19节后壁到20节吼，咧讲到三一上帝的概念。三一上帝的概念伫遮真清楚。伊讲这人无属伫圣神，20节后壁开始讲啊，讲恁爱建立家己，过来伫圣神内底祈祷。21节讲啥？恁着爱保守家己伫上帝的听内底，所以有圣神，有上帝啊，对无？搁爱安那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犹大伫遮真清楚咧表达三一信仰的基础。真道是咧讲三一信仰，所以欠一个拢袂使。这个真清楚的伫这个所在。过来爱追求圣神啦，19节伊讲，遮会伫教会变分裂的人是无圣神的。反倒转来讲，追求真道的基督徒需要伫圣神内底祈祷，敲找圣神的引带。这是犹大伫遮真清楚的一个提醒，甲教导吼。伫遮爱保守家己保守家己伫上帝的听内底。保守这个字叫做 keep 叫做 keep。就是讲，爱互家己维持伫即个上帝的听内底，毋通离开上帝的听啦，毋通离开上帝的听，这个是真重要的就是讲，爱常常活伫上帝的听内底。伫咱的现代中用译本内底所写的是安尼所以
伊即个 keep 就是讲藏伫个内底，袂当离开啦吼 ，keep 吼，所以伫保持伫上帝的听内底的即种生活的见证，仰望啦吼。现代的人嘛是需要耶稣基督吼，所以追求真道的人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啦吼。当然，咱会当倒转来伫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讲的吼，仰望主耶稣基督，毋是放纵私欲的理由，这是犹太真清楚所咧讲的吼。伫这个所在伊嘛有讲，有些人你们要拯救，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又有些人你们要战战兢兢的怜悯他。吼，伫这个所在。有一寡人信心不足的人、怀疑的人、对毋对的人，咱爱甲伊安那怜悯，甲伊怜悯，甲伊抢救倒转来，过来有一寡人爱安那，你爱细字啦，伊讲存惧怕的心，23节讲的，你袂当无有戒心啦，你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所以像这回咱看迄台湾的即个疫情安尼吼，就是有一寡人感觉无要紧所以就会发生代志安尼吼，所以咱着爱有即个警戒的心来帮助这个人，袂当伫迄个无要紧的中间就失去迄个警醒吼。怜悯，但是袂当甲因共款的做法啦吼，这是犹太伫即所在所讲的。24节到25节是一个咱咧讲的祝福，伊用俄勒的祈祷来祝福受批的人啦吼。所以讲直接讲愿荣耀即个上帝的威严、能力、权柄，甲恁三个伫地吼。伫到用说，即有小可像咱咧讲的祝祷迄个形式安尼吼，所以伫即个所在，愿上帝保守因，是安怎爱保守？因为因伫迄个面对挑战的中间，好那亲像咱即马咧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共款，咱需要上帝保守，过来上帝的祝福甲因三个伫地对即点到永世来无尽吼，大概是用安尼咧甲因遮的。咧祝福安尼吼，好，到遮。OK。